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1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福晶。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桃园机场公司标出工程不法，桃园地检署用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名义，将21个牵涉在内人员列作被告。天狗日的疫情继续咧愤慨，新北市中和者嘛标出头一个在地起因治着第一型天狗日的患者。彰化大城又有一大土鸡仔场，确定去挖着禽流感鸡仔济，这是彰化县今年第12次禽流感的灾害。香港昨暝又案无平静，时间愈暗，机场内面市民甲警察的冲突却愈来愈严重。香港机场管理局早起表示讲，已经摕到法院的临时命令，禁止任何人阻碍香港国际机场正常的运转。美国总统川普嘛伫网络写字留话，伊讲在因美国的政治单位的了解，中国已经派出解放军去到香港甲广东隔界了。因为警察和示威民众围剿的，其他警察赶紧来支援。一个传出讲有警察也请警告。香港民众发动第2天的警察海岸行动，示威者甲被离境的旅客挡来。香港机关局伫礼拜2下午4点半了，就暂停所有航班的登机。13暗10点外，警方接到机关局的请求，到机场协助旅客上机，意外引爆警民冲突。透早，一个传说有环球时报的记者和示威者绑伫咧机场的行李车顶头，一个互人拍。后来，香港旅的外国旅客真担心。We were scared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wasn't unsafe, so that was not the problem. But we just didn't want to be there in the middle. 港警暴力镇压情形严重，国际上真侪声音支持香港示威者。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中国会当和平解决自由的问题。Well, the Hong Kong thing is a very tough situation. Very tough.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m sure it'll work out.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by the way.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川普伫咧推文内面写讲，美国情报单位通知中国政府正伫咧香港边境部署军队，大家拢应该注意安全。参议员克鲁兹也推文将会继续推动美国香港政策中国法。一直到港府撤回引渡条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是建议香港政府应该听香港人所提出的声音，也呼吁中国谨慎处理香港人的诉求。香港上尾任总督片顶讲也警告，中国若介入会有灾难性后果。伊讲，拄则上任的英国首相强生应该甲盟友合作，比如讲提寻华府的支持，来确保中国未介入处理香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上届新的消息，桃园机场公司逼出工程有不法的弊案。桃园地检署今仔日用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罪名，向法院申请收押桃园机场公司内面的工程处卸任的处长、卸5个承办，将拢总21个牵涉在内人员拢列作被告。桃园机场进行第2项下扩建案顶6项重大工程，却逼出工程围标的弊案。13号检调搜索透明精神，桃园地检署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将工程处卸任的处长和卸5个承办员2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他相关部门的工程师、乌西厂商等11个人，以2万至30万交保，8个人请回，总共21个人列作被告。经讯问后，任林姓处长、吴姓工程师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总共21人，均交保或释回。检方表示，卸任的处长和卸5个工程师等人负责2项下扩建案的工程，涉嫌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甲厂商收空米奖，搁再协助厂商提到标案。目前已经知影5件标案的问题，其中第1件乌西金额达600万，目前无排除向进前和向顶面对查。疑似涉案的这几位同仁，我们先让他调离现职，尤其是这位主管。让他调离现职，然后来配合检调做调查，希望能够有让这件事情尽快的水落石出。
机场公司表示，有关同仁和检调人员所约谈的代志，会全力配合检调侦办，希望代志赶紧调查清楚。另外，对于外界质疑第三航海工程是毋是会受到影响，桃园机场公司是回应讲未受影响，嘛也未发包无备案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咱有报道讲，今年编号第10号的航太 Crossa 无按台湾来，煞上北行对日本去，还未上陆就透大风落大雨。新历8月15，拄当是日本的乌网污染喷节，袂输咱台湾人的清明同款。因遐真侪公司拢有休困，互员工倒转去故乡陪望。毋过因为 Crossa 航太已经影响到160班的飞机蛇，误到真侪日本人要倒转去故乡的过程咯。这个疫情嘛继续咧举，接着咧高雄、台南、桃园后壁，新北市中和遮嘛逼出头一个在地起因的天狗热的患者。这是一名40几岁修理冷气的师傅，伊伫咧新北市甲台北市拢有枪在咧出入，经过检验确定是得到第一型天狗热的病毒。卫生局清洁人员来回一直喷药消毒，每一个所在拢会喷到，因为新北市中和爆发今年第一例本土天狗热确诊病例，患者是一个40多岁住伫受经历的男性。卫生局给我通知以后，我们就马上就配合清洁队做一个周边的一个环境消毒。那我们今天我们还会再做一个全里的一个大区域的一个环境消毒。疾管署表示，这个案最近无出国，伫8月初6虽发烧、头痛、脑痛、腹泻甲肌肉酸痛症状，伊伫初7到初9有到诊所看医生，拢共诊断是感冒。10月出现红点就医大医。12病院怀疑是天狗热通报，确诊是为着天狗热病毒第一型。这个个案是引起装修人员踮咧上北地区活动，那感染源无排除是暗坑的进化伊力所造成的。每天其实固定都是在公司的这个台北市文山区仓库这边，那因为它主要装修的地区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啊，那另外它就是在家里，大概行程在固定，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啊。那所以它的感染源我们还在厘清当中。根据机关所统计，今年到8月13，国内本土天狗热病例累计拢总有70例，其中上侪是公司有50例，台南市18例，同市甲新北市拢有1例。机关署表示，北部天狗热病微文是白线版本，主要是咧市花。安那新北市府伊个下晡会个针对患者住的所在50公尺范围内底喷药啊消毒。对周边大户进行健康检测，防止疫情化开。记者综合报道。南北二路天狗热咧行，中部遮精神啊嘛袂平静。咱来看彰化，彰化大城又阁有一大土鸡仔场内面的鸡仔诊断确定起得着 H5N2 新型的高病原性禽流感鸡仔这病毒。这场拢总18000几只土鸡仔无奈也着爱装别掉。这是彰化县今年第12株禽流感的灾害咯。彰化的动物防疫所嘛赶紧伫咧加强预防。动物所人员甲一只死去的土鸡仔装在地下内底，这是伫咧彰化县大城乡的一个土鸡仔场。8月10号接到业者的通报，鸡场内底发现有鸡仔异常的死亡。动物所人员采样了后送验，13号确定感染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病毒。那我们马上派同仁去采样，并将检体送到交会所去检验。那昨天确认之后，就进行这个扑杀的工作。那总共扑杀了18030只的黑羽土鸡。彰化县动防所表示，这是彰化县今年第12场感染禽流感的禽场，研判是因为风台前后气温变化大，加上西南气流，予彰化地区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这会予鸡仔免疫力下降，感染禽流感。因为这个台风来之前，大概天气会比较闷热了哈，那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强降雨，所以整个在气温的变化上会比较急剧哈。那所以在禽场的管理上哈，如果没有做好通风的管理，或者是说降温的设备的话哈，会造成禽只的这种紧迫。那当然在紧迫的状况下，它就容易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动所强调，以往的禽流感拢发生伫咧9月到过年的4月，气温较低的月份。不过 H5N2 禽流感病毒是全年拢发生。目前除了协助业者加强厂区的消毒，嘛呼吁业者未来一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嘛是有短时的强降雨记录，应该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来讲高雄顶日咱啊，像个违法的业者趁雨水咧拼，嘛对咧偷排废水。
来看红山溪边在庄的志工队自父亲节迄日就发觉讲，溪水是乌个臭，顶头沿路游拖1公里长，才是惊人。2日仔前，买条鱼仔开始伫咧冰岛。高雄市环保局是讲，因已经有采溪水登去化验，等待结果出来，一定会赶紧继续追查。这边又黑又臭。志工沿这条红山溪咧行，看到拢是乌麻麻的垃圾水，这种状况对这个月初8就出现。志工就要逐工巡逻，逐工向环保局来检举。从鸟松的富田桥到我们凤山的基安桥，整个河段都是死鱼。我请环保局啊，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要稽查看是不是有偷排的情形。在地是交易讲，这几天落大雨，应该是顶游的业者偷放的，一直到这个月13，逐工拢有鱼仔死亡。环保局已经采样，水利局也派人来甲死鱼仔拢清掉。解说讲，可能最近用来砸垃圾水的水道有歹去，你来洪山溪水才会变少，造成水内底空气感染无够。到底是因为溶氧不足，好，那还是说有其他的事业污染？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待检测结果之后再来做厘清。不过，这个在地是认为垃圾水污染伤严重，环保局就要好好调查。水利局也表示，顶游也有真侪无登记，也是无做垃圾水处理的工厂，这个问题拢要先了解，才通彻底解决洪山溪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关心明年的基本工资敢会起咧？早起劳动部举办委员会来审议，部长柯明春讲，因咧调整基本工资，定着会参考物价的指数，才会社会上经济标准起落的数字。委员会内底袂放咧在人划价，代表劳工的审议委员是讲，目标要拼起6%至8%。代表头家这边的委员讲，政府就要替企业先刮本，工资唔通搁再起咯。调高基本工资，照顾边境劳工。基本工资审议再次开始，劳团甲代表劳工的审议规环来到劳动部门口口，点出台湾基本工资一个月薪水，第28个 OECD 国家内底是第18名，是排伫后壁。这点钟薪水嘛是比平均较低，呼吁明年基本工资爱调起，照顾边际劳工。上个月经济部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我们的电子业出口甚至是成长90%，也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资方团体不要再以动涨为手段，应该能够体恤我们的企业劳工。中美贸易战真难效应，加上政府鼓励大众回来，劳团认为强化这摆审议甲资方委员谈判空间，而且提出这几年来台湾人均 GDP 一直增加，成长数字。到去年107年有25000美金，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数字。劳方划出目标，明年上无爱调起6%到8%。资方则希望卖起基本工资维持伫一个月薪水23100块，一人民薪水150块。现在好不容易做一个小老板，政府要做的是要怎么样帮我们资方来降低成本，然后劳方是不是我们涨了以后不要埋怨。一直负面的说，连一个便当都买不到。我们的委员们都有参考一些社会经济指标，例如我们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以及我们的 GDP 经济成长率等，来作为调整的参考。那并不是像外界所误解的说，我们是用喊价的哈。讲起的话，你是感觉有影响？当然嘛有影响。基本工资调起，对卖小食的头家来讲，伊是表示对成本影响会真大。劳动部长柯明春主持会议正经强调，会参考物价指数等社会经济指标，审议未变做化价。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主妇拢会去大卖场内底买冷冻鸡肉，包含讲男性嘛同款呢。不过大卖场内底鸡肉冰几工，消费者真恶讲。有法度看包装就会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即马要大鼓励超级市场、大卖场的业者，踮伫咧冷冻鸡肉的瓢仔顶头加印一项“多载一期”，倒一工台纸头纸尾的压服明，按算今年内要开始成试办半档。大卖场卖冷冻鸡肉，即马包装到标示名、产地甲有效期限，卖这鸡肉散装的食品，可能拢要另外个标示多载日期，互消费者参考。对我们消费者比较有保障，知道确定屠宰日期是从哪一天开始，就会自己想要挑新鲜的，然后会看一下这样子啊。因为即卖法律规定，只要经过屠宰场鸡，不管国外进口还是国产，拢要伫包装标示屠宰日期。
按过考虑个人消费形态，卖一摆卖真大量，有业者会搁再分罐，用分散包装来卖。所以可另外打多在日期，为了提供充分资讯，小数会鼓励业者至线上电话产品包装，另外表示多在日期。先试办半年的一个时间，那半年到了之后，我们就会检视这个试办的一个情形。小数强调，最近要请8条通路、4大超商召开说明会，试办期间是为了鼓励，未有处罚。上紧今年试办，第试办半年了后，再调整未来3项方式。无排除未来用猪肉、牛肉嘛加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湾开了权益推动联盟的秘书长吴胜雄，伊的看手嘛是男性。因两个伫咧民法还未通过同性恋会当合法结婚进前，都公开办婚礼。本来2当前，对方煞来治病过身。吴胜雄嘛伊有甲对方匹配的法律身份，向劳保局申请双重的津贴，公司煞互拍倒转来。吴胜雄拍官司落去争取，即马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伊赢，劳保局败诉。伫病床前照顾伴侣，伊是靠里面的秘书长何信雄，讲10万年的同性伴侣潘世生，伫2017年底过往，2018年1月，伊向劳保局申请双重津贴，因为迄当时司法院设立748号，该世生法还未通过，向拒绝。伊提诉愿向驳回了后，拍行政诉讼。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何信雄胜诉。对我来说，我觉得几乎不是重点。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法律的身份才会是重点。这部分比较是说政府怎么去补足那个过去的那2年空窗期的部分。应该是第一个同婚专法通过之后，第一次有法院承认说这个同性的配偶从释宪后到立法前的这段阶段的权益应该受到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判决我们认为值得肯定。律师团指出，这案件争议是潘世生死亡时阵是不是何信雄的骗案，还就是同性伴侣注记是不是结婚登记。台北地院认为应该类推，使用748号改税新法规定，使用实行了后，立执法前2年过渡期间，同性伴侣注记看作结婚登记，并使用劳保条例骗案的规定。涉及到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还没有施行前，相关的规范不足所导致的法规适用的争议，避免诉讼浪费。本局对于判决予以尊重，不提起上诉。针对判决结果，劳保局表示尊重，会依法处理。一般骗案要请领双重津贴，是按照平均投保金额计算，或3个月津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顶日交通部修改法律，要尽量开放粪扫车的后载会用伫徛人点顶头作业。全国环保公务机关总工会早起带清洁队员去抗议。因也指出讲，敢若去年一档就有6个队员伫咧做事的时阵发生灾害，不幸来过身。政人嘛要求环保署要尽量推动固定时间、固定所在收粪扫，较袂互清洁队员遮尔啊辛苦，工作中担头遮尔啊重。清洁队员人就直直徛伫咧粪扫车的后斗顶悬，沿路收粪扫，一无细理，规个人对车顶滑落来。反战力，反战力，要安全，要安全。前几天交通部有告修正道路安全条例77条、86条，拍算咧放任粪扫车后斗会当再作业人员。全国环保公务机关总工会和中南部各地的清洁员工会早起做伙来环保署抗议交通部和环保署联手放任恶法。全国3100条沿线收运，什么叫沿线收运？挨家挨户去收垃圾。害得我们的同仁一天一个作业要上下车300-400次。各地清洁员来到环保署抗议，表达第一线清洁人员的工作环境有偌尔歹。有的甚至的休息的地方都是用什么？用那个铁柜，咱的铁柜外口那温度36度，内底头40度。请问一下，紧急刹车或是后面车直接撞击的话，请问我们能跑去哪里？提关相片批评政府就是伫粪扫车后斗加装围栏就真安全，因为根据环保署的统计，清洁队队员伫咧执勤当中被挂吊伤，对粪扫车顶悬滑落来，以及交通事故是主要职业灾害的原因。专款总指出，敢若2018年就800多位清洁队员受伤，6个人死亡。清洁队员即在落要挖3趴。民间团体要求环保署应该推动定时定点设专区作为主要的政策，减少沿路车粪扫，还有清洁队员的职
案法制化。要定时定点回收，这个也都会来持续来推动。我们不会因为修法的事情就暂停了其他的我们要来推动我们清洁队的安全。环保署表示，已经建议交通部暂时卖第一修法，后续会和地方的环保局工会沟通，交通部回应，若是现阶段无共识，暂时会将这个案撤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郭台铭、王金平甲郭文铁三个人，即马有风声讲，礼拜日会伫桃园做伙会面。人问起郭文铁，郭市长讲伊确实礼拜日有要去桃园，毋过敢有要会面，伊话无讲明。另外，倒转来到台湾了后，真久拢毋捌见面的郭台铭，今仔日也露面。人问起郭台铭的幕僚，礼拜有要伫桃园甲王金平、甲郭文铁见面无？伊的幕僚嘛讲，郭台铭嘛是也未决定。2020总统大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台北市长郭文哲、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是毋是会结盟？有了会冲击到哪里的选情？有风声讲三个人18礼拜日会伫咧桃园共台。郭文哲只敢若讲，迄天确实是有桃园的行程。反正看下去就对了嘛。是那个活动结束，你们会在屁事来聊天这样吗？是这个形式吗？不然公开亮相也不能讲话，公开亮相只是亮相，还是要坐下来谈一谈吧。郭文哲这话真暧昧，三个人结盟的态势，敢若是愈来愈明显。回顾了后，一直拢无公开行程的郭台铭，则是出现伫永林、鸿海希望小学，是毋是咧为过关会暖心？有真侪可能。被问到未来伫政坛的动向，郭台铭态度依然无介明显。我们找时间，找时间，最近找时间。我们现在想，我们3个人会面之后才要跟大家讲吗？对。我们已经有收到邀请函，然后目前正在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状况。那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参加。如果没有另外安排的话，应该就不会在当天有什么私下见面。三个人是毋是会共台，外界拢真关注。郭台铭方面，敢若阁有顾虑，资本传出15三方的幕僚会先见面，到约当时讲话真保留，敢若讲三方的幕僚伫咧礼拜日之前应该会先做伙讨论，是毋是为着2020大选咧铺路，并无甲话讲死。记者综合报道。昨咱有报道讲，高雄公山有一个女性骑车上班，不幸煞有水流去。不过昨暗高雄市柯坤元议长的 Facebook 嘛同款打出讲，韩国瑜市长参加府选干部的座谈会，现场嘛是咧放话当选。人来质问讲，你敢会无顾救灾，敢若顾选举？韩市长讲，其实第一时间伊有要去慰问家属，不过接无人。另外，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嘛针对杨秋兴攻击韩国瑜的发言，收集资料核实，要委托党中央爱照党纪来处分杨秋兴。来到高雄富英科技大学，韩国瑜出席今年国小校长的联席会议，伊搁一再强调家己对教育的重视。不过13高雄公山有一个小姐，伊伫咧落雨积水了后去互冲去，不幸过往。迄一暗，高雄市议长区公馆的面册所抛出韩国瑜参加党内代表，也有各区府选干部的府选座谈会相片，外界就质疑市长是毋是只简单顾要选举，无咧救灾？家属通通离开了，然后检察官也还没有这个检验，所以呢，民政局就希望我能够第2天再赶去。家属要提国赔，你怎么看？我们一切都遵照法律的程序啊，这个我们也尊重家属。韩国瑜讲，代志发生的迄一暗，伊有去慰问家属，只是甲因小伤心。对着市民过往，也搁去参加府选座谈会，这时机是毋是无妥当？韩国瑜无正面回应。瑞国随着要接任国民党副发言人的高雄市议员区有显是替韩国瑜讲话。市长他来，其实讲完话就走，他的待的时间其实很短。然后呢，他的演讲大概5分钟，其中3分钟都在讲市政。区有显讲，尽管外界认为安尼无妥当，党内会使搁再讨论。不过高雄市党部为着要捍卫韩国瑜，也决定出手。面对杨秋兴伫咧面册提出的种种质疑，党部已经收集好资料，准备交予中央做后续的处理。杨秋兴恐惊会去互开除党籍。对此，韩国瑜的竞选总部表示会尊重党部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仁德，因为昨的大雨掠起来有820户受到灾害，咱这的市民也已经赶紧
伫咧恢复生活的环境。仁德区公所讲，根据台南市灾害办法，饮水超过50公分悬，就会申请2万块的补助。因已经开始协助灾民。另外，永康这边面灾情也真严重，多市民咧质疑讲，永康大湾的大排抽水站，今日饮水的时阵，大雨来的时阵，拢无正常运转的款。用水枪涂骹，就是要甲6公妹仔强调，仁德体育工业区的工厂人员透早就伫无闲摒扫，13一场大雨，互体育工业区变做一个大水塘，水上深佮淹甲胸坎。当地民众讲，伫极端的天候之下，虽然无奈，但是嘛无法度。我们引来机会都少，但是伊遐内底是时常的，变落大雨就变淹水，伊个分流做了无好啦。啊，阮这算上佳啦！你小可落雨落啊8点钟以上哦，伊就搁入来啊啦。啊，阮无住伫遮，哪有可能啊？除了体育工业区，仁德区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嘛淹甲真严重，学校4颗犁啊拢是水，所以嘛透早就开始拼。学校有进水，那还好，我们学校所有的行政大楼、教室原则上都有防水闸门。但是还是有小幅的进水，大概20-30公分哈。淹水的所在，民众大部分拢拼了啊，但是即马嘛有台南永康大湾的民众质疑，昆山科大附近积水甲真严重，原因是大湾大排抽水站无得放，居民找无管理人员。对这个部分，台南市水利局有解说。伊它那个不是抽水站，因为沉水式的泵浦它是有。达到一个某种的水位，它就自动的起抽啊，被雷击啊。通报以后，水利局就会同公所还有会同台电的人员到现场修复。水利局强调讲，虽然昨台南市停班停课，但是承办人员绝对拢无休困，一直在处理淹水的代志。未来加强抽水机漂示资讯。仁德区公所表示，根据台南市灾害办法，客家淹水50公分以上，原本会当申请补助5000块，调整伊勘载了后加2万。这阵啊，区公所就会协助灾民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昨透早的雷公雨，云林县估计讲，农作物拍算有损害300架吨遮尔啊快，尤其是西里底真侪地势较低的田园拢去淹着。早起嘛有农民拼出来要搁收割，望讲通算是较减咧。毋过菜苽浸水烂伫土地，后手即句田要搁种做就较废弃。果菜市场这边面是讲，昨早起的大雨主要是损害着遐个菜叶啊，若是问起计数的波动，可能到后礼拜才看较会明。透早，云林西路农民行去田里收菜苽，佮看出来遮个菜叶啊，打浸过水。农民讲，即马日头出真炎，若无紧挂起来，遮个菜叶啊，恐惊会烂去。毋过边仔迄区只打浸菜栽类，恐惊就要定静。水过的菜园哦，一定要再晒太阳，晒个几天，胖胖的，让里面的土翻过来，然后再晒几天的太阳，才能再撒。为着减少损失，农民赶紧叫人来收，透早就开始挂菜，会当挂偌济就算偌济。高温多湿，你会用下晡啊，你话烧热落，每个蔬菜都因为脱水现象会下降了1-2成。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因为农民赶咧挂菜，即卖青菜品质无一致，毋过计销要是无起，即摆落大雨，算断遮的菜苽，刷来菜价反势会起。因为它一定受损的啦。进货量应该是会比较减少啦。就看消费者对它的对我们一般的话叶菜类的需求看情形，上涨是应该会上涨啦，会涨到哪里，我没办法评估啦。云林农业处表示，初步统计，即摆落大雨，损断规云林县农作物无300公顷。目前公所搁咧汇报损失会搁再增加。有农民表示，若要甲遮个菜种转去，上无爱1个月才有菜通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一名姓陈的油务师，提批油菜8月12，雨遮大伊共款出来送批。乌多摆骑经过南屯中和巷的时阵，连人挂车跋落去田里，人险啊，互流去。倒转来到邮局了后，伊将派转来浸水200几张批，含同事做伙，一封一封函互打，赶紧要去送去每一家庭接批的人手底。随风才为田里爬起来，这个细陈的油菜上挂念的也是规车的批。
他家的当地居民讲话。啊，嗰啲啊，好。誒，點咧就睇。一千啊？一千咩啊？1,000咩啊？12號透早的大雨，和台中市南屯區中和巷做大水，分不清楚倒位是田，倒位是路。这个细单的油菜徛经过这个所在，连人甲奥多摆拢做伙跋入去田里，家己嘛险险互水呛去。好在有警察斗3工，甲伊为田里救起来。不过伊上烦恼的，也是规车的皮拢澹去啊。先爬起来，然后先把那个篮子先拆掉，然后先搬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手机要回报，手机也坏掉了。旁边的民仔先跟他接电话。油菜等去到油桥了后，无顾规身躯澹漉漉，赶紧摕吹风机来吹雨打，因为拢总有200多张批拢浸水啊。为着确定地址，搁要一张一张拆开来吹雨打，再搁甲批送转去给民众。安尼的责任感，随着主管的肯定，嘛派人来加斗3工。比较重要的挂号信我们就把它清点出来，然后一一的盘点。那清点数目无误之后，我们就马上动用同仁。用吹风机把它先吹干。油桥表示，虽讲这个细单的油菜本地做的是物流工课，来油污才做东外也是菜鸟，不过大家拢爱负责送要1000张批，做代志真认真。就算落大雨，也是照常出勤，实在真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美国总统川普，本地是按算9月初开始，要针对总价值3000亿的美金。遐会按中国进口来一寡产品伫海关加扣10%的税金。不过，昨双方面的贸易代表通电话了后，美国官方说明讲，电子产品、囡仔佚佗物，佮服装这几项目，会按到12月15才开始增加关税。一个接着消息尔，美国股市的点数嘛做一个压1%外起来。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告，因后调关税品项，包括手机笔记型电脑、游戏主机、电脑荧幕等消费的电子产品，含服装鞋等部分纺织品以及佚佗物等等。但是其他品项有关的依照时停，对9月初1开始调关对中国进口的关税10个百分点。分析师认为，对因后的品项和时间点来看，川普政府是要伫圣诞节购物旺季进前，给美国消费者一寡休喘的空间。The reas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this is to try to help the consumer for the Christmas season. Obviously, the two important groups there, as you mentioned, were really electronics and cell phones. 伫咧零售业和部分电子类股带领之下，13个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起伏达到1.4%到1.9%之间。但是有专家提醒讲，美中伫咧经贸战面存在着真久以来基本的矛盾，双方想嘛袂让步。We want China to change its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United States says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stealing trade secrets and forcing companies to hand over technology. We want them to stop. They're worried that if they change their tactics, they're going to lose their edge and maybe their chances of becoming, an economic power in the future. 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等中国方面的高层，这个月底进前，阁会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电话沟通。下一回合的谈判嘛按算伫9月伫华府召开。川普伫咧接受记者访问时阵嘛重申，伊伫咧观察中国方面是毋是有履行进前的承诺，扩大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这场贸易战的后续发展，阁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湾的骹球的国家代表队，久年来拢缺欠训练的场所。自本教育部体育署按算要伫咧台中起一片骹球园区，总是这个计划目前也暂时动起来。骹球协会早起换甲国立体育大学签合作协议，此去国立体育大学毋但会成做国家骹球队主要训练场所，阁会提供运动科学和丰富这个专业的学术资源来支持。伫体育署署长高俊雄的见证之下，骹球协会理事长柯义仁、国体大校长柯炳坤签订合作备忘录。对即马开始到2022年的年底，国家队会当优先使用国体2座骹球场，阁有运动科学等等的专业校园。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蛮可怜的，就像一群流浪的儿童一样，一下子在高雄踢。一下子到嘉义去踢，一下又要调到台北来踢，同时拥有天然草皮跟足球人工
足球草皮的这个球场，可以供国家代表队来训练。一直拢无法度有专属的训练基地，区议员希望这间的合作会当互国家队的流动训练告一段落。1月中拄才接任国家队的总教练 Louis Lancaster 伊嘛讲，有专属基地对训练有真大的帮助。So I'm a big believer in the training environment needs to be as close to the game as possible. So if we play on grass, let's train on grass. So I think that will really help us, and it helped us in the last camp. 2022世界杯脚球比赛亚洲区第2轮资格赛9月初5开始，中华队会伫台北和高雄小连续比3场。脚球协会表示，等草仔堡确定拢整修好势，就会进驻，为小连续3个主场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台东县内粪扫坑台场全拢填了。现时因的粪扫是拢载去外县市咧挖人烧，毋过台东县其实有一搭已经起好14栋，拢毋捌去用到的焚化场。因为安尼生，台东县政府按算要伫这月日向县议会提出追加5亿6的预算，将焚化炉整理好，有要开始试用2栋。总是带点焚化场边仔的民众，伊原来是表面讲真反对。台东县高雄镇的粪扫大坑场已经无够用，靠外运大小已经拄着外县市无愿意的困境，而且人数热岛粪扫嘛卡伫咧运输的成本真悬的问题，蹲伫岛上已经超过半冬。县政府即马决定要家己处理粪扫的问题。顶个月连续举办5场粪扫焚化炉启用的说明会，这个月要甲县议会提出追加5.6亿的预算，用2年的时间，甲14年前起好的粪扫焚化炉修理好，等待达到国家标准了后，会先来撤销粪扫2档，要来解决全县包括离岛粪扫的问题。垃圾有长加风了，不会垃圾会飞到那个海底下。从我们现在13座掩埋场，现在不是掩埋，是堆积的那些。拿到我们焚化厂来烧，所以绝对可以支撑2年的全量运转，255吨。县政府保证会用最高规格，甲焚化炉修理好。毋过焚化炉4块以后有残甲徛过，民众也是坚决反对讲来启用这项。最潮啊嘛，无盖好啦。烧了后，然后总讲有带奥辛，带奥辛也去污染到农产品，咱的农民生计就足困难啦。台东县环保局表示，民众烦恼的空气污染问题，撤销运转的期间会邀请当地居民做伙来监测。毋过县政府决定嘛是要等到8月底通过台东县议会审查，才会当确定敢是要启用焚化炉来收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到台东，咱就想到过去，原地人称呼讲台东是后山，无疑有讲即摆已经发展到遮尔进步的程度，表示讲大家定定去到台东开垦，确实有建设，有出着力。啊，台东过去刚开始去到遐真侪出外人，因就有一条民谣，叫做《台东调》。这条民间流传、形形色色的歌词，上界普遍4句联就是讲来去台东。花莲港路头青疏毋捌人，希望阿娘仔来听听阿哥出外人。是啦，经过交通较不便的时代，咱嘛知影讲，对南部屏东恒春遮攀山过岭要去到台东，路途有偌尔啊坎坷，就爱甘心甘命，就爱做务偌济辛苦，毋则留落这条4句联，咱就来到他乡外里。出外人的心声讲，希望在地阿娘仔来听阿哥啊出外人。倒头讲敢袂使，希望阿哥啊来听阿娘仔出外人，也是相像。这条民谣的台东调，伫民间流传。伫咧战后，咱屏东满洲捌做23档的校长的詹新德，这位音乐家，原来捌甲改作华语的歌词，放伫咧音乐课本内底，叫做《恒春敬老歌》。迄是英国戒严时代，汉地音乐课本有教着台湾的歌谣，所以国听了印象足深。细汉的时阵唱着这条《恒春敬老歌》，唱着这条《台东调》，我嘛足拼死学。啊，这条歌伫民间流传版本足侪呢。根据作家刘国伟先生的研究，咱民作曲家黄国良有个作词配合苦少的作曲，来甲改编做《书情愿》，啊，就是咱民间流传的三声无奈。共这个曲。歌词讲一时贪着阿君仔水，痴情目睭结微微，为君仔假爱来吃亏，害阮目屎死难随。这句目屎死难随，
意思真深，就是讲安尼目淡目滴，安尼目屎已经流到满面，你若伪装的啊，迄规个妆拢已经火去啊，就对啊。本来痴情，两个汤干袂甜的时，目睭结互微微微。谁知影讲，我君就是假爱，使我吃亏。共这条歌尾啊，郭大成甲着谢丽燕两个人，原来佫改编，照用这个曲台东调改编做三声无奈。这个曲原来改淡薄仔尔，无啥物大的改变，变做咱大家拢知影的青蚵仔嫂。国正捌伫节目中，捌伫解文说字的单元内底，捌甲你讲起。这歌词上界感动人就是第三趴，讲别人阿君是住西洋楼，阮的阿君啊是困涂骹兜，运命好歹是免计较，若有认真是会出头。是啦，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所以40当前，咱咧唱《青蚵仔嫂》；30当前，咱嘛伫咧唱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因为爱拼才会赢，因为若有认真是会出头。到10几当前，咱嘛伫咧唱讲。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咧打拼，这就是人到他乡外里，出外人、艰苦人、趁食人的精神。毋若台湾人真打拼，国政要阁刷落来甲你报道讲，按1年来到台湾的大学生，这几年家庭倍济。大学内底替这1年的学生举办职业训练的课程，望讲吼，因来台湾读册，0日原来会当谈台湾，继续一条路，继续贡献家己的专长。互印尼人谈台湾，原来有发展，原来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为印尼来的大学生，这几年成长2-3倍，2018年已经超过1万人。南开科技大学特别为印尼专班的学生安排职业发展课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举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去探索，比如说像在印尼跟在台湾中间，我们可能有什么样可以做生意或者是一个创业的机会。现在国家新南向政策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多的商品要往新南向国家去贩售，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发掘。学生分享因对台湾甲印尼的观察，做伙讨论因未来要伫台湾也是印尼创业的想法。我要可能珍珠奶茶买一条薯条，因为在台湾味道呢不一样，台湾呢比较好吃。我们要在印尼买那个珍珠奶茶，因为它是很好喝，然后容易做，在印尼也是少用。学校为新南向专班的学生安排全方面的课程，培养因未来就业也有创业的能力。希望因唔拿伫台湾读册，未来会使贡献能力，开创台湾甲印尼之间的新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运命好歹免计较，若有认真会出头。不过少年拍拼，食老就爱听，黏伫咧咱的体内骨头面顶的筋肉。因为人的年岁渐渐较有，嘛会哪来哪位。尤其是70岁过的老大人，较熬四肢无力，较熬跋倒。这款镜头，医学专家讲叫做肌肉减少的病症——肌少症。咱来看婚林基督教病院特别邀请营养师设计列出咱伫咧厝内就有材料家己烦恼的料理，教老大人食好熬生肉，较袂去得着肌少症。爸啊姆啊，这条新闻咱就斟酌看。当年岁愈来愈多，人的骨头甲筋肉就会减少。这款叫做肌少症的镜头，唔但会互许大人感觉无气力，而且嘛会增加绊倒的风险。若是本来已经有骨头含少问题，佫有可能有骨质的风险，上严重会造成失灵。过了40岁，是肌肉的巅峰之后啊，肌肉的力量还有这个数量就会慢慢下降。到老的时候呢，会快速的下降，就会产生肌少这个状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跌倒、失能，甚至就是会死亡。为了要让大家会当自少年开始，就有效补充营养，预防肌少症的状况，云林基督教病院都特别设计6种料理，让民众家己来煮食看卖啊。那我们今天展示的食谱主要是以鸡胸肉为主。因为鸡胸肉它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之外，它也含有很丰富的白氨酸，白氨酸比较会促进肌肉的合成。民众若是有感觉行路的速度愈来愈慢，骹手无力，或者是坐落去徛起来连续5摆的时间超过15秒的镜头，要知影是毋是得到肌少症，
就会当先到病院检查一下。那除了年纪变大、肌肉会下降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比方说癌症啦、肠胃失调啦、还有关节炎啦、甚至像是有一些活动力不足、营养不均衡的状况，都会加速肌少症的状况。因为肌少症目前无任何药物通好治疗，建议民众会当用香菇、乌木耳才食材，煮食较健康的料理。另外嘛，要配合运动来避免肌少症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好买，咸菜庄家有一份真热心的志工，出钱出力，逐工都要款170粒的便当，就是要庄仔内独居的老大人甲弱势的团体，有一顿仔小小的中昼通好食。发起这个工课的女士陈丽秋，伊讲会晓共帮助，因心内也感觉讲真欢喜。做饭的爱心志工用着大机的煎匙、金石手，伫咧炒大鼎的豆菜，因要用上紧的速度，在10点半之前将菜穿好好势，了后放到活动中心内面，要来递便当，因为较停啊，就有人会来提。感觉真好啦，因拢是扶持这老人啦。咱去来搭时拢无助力哦，老人啊，有得食好啦。阮这个二姐甲另外一个内底一个小姐。伊迄个算人个拢做爱心的，啊！你甲我讲啊，叫我看，我落甲服务，我讲若服务装台尔是有法度啦。每一盘芳公公如果烧复活的好料，拢是遮的志工带伫黏菜庄，为透早5、6点来到活动中心才准备。每一个便当拢是发起人陈丽秋以及着陈宝琴，遮志工用心拍拼，关怀弱势爱心。拢差不多7、8万左右啦。一个月嘛？一个月就爱7、8万啊。嘿，有一寡善心的人士，因嘛是拢有捐款。迄我们都不认识的，伊半工来甲你捐钱，半工轮杯西来甲你捐菜。盐处理是好买店真早开发的之路，目前遮的老大人捐款伫咧做事，少年人拢是出外去拍拼。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多，这阵爱心志工无用到政府的钱，靠着善心人士为各地头送菜送米来消天。人讲欢喜做，甘愿受，现主是中昼拢送出170个便当，因为有因的爱，温暖着弱势民众的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埔里国校为着要加强学生囡仔的母语的程度，趁晓热办营队，毋但教学生讲台语、讲客话。搁设计乡土民俗体会课程，或者学生囡仔会当搁较了解河洛人、客人族群的传统文化。老师真用心地教学生囡仔讲台语、甲客家话，大家拢真面暖学。敢若会晓讲，当然无够。为着互学生会当体会更较深，老师阁安排实际操作的课程，互学生亲身来做面题，嘛学安怎去客家话布袋啊。平常的课就是拿着课本在上课，这边就是有做美劳，很好玩。这一次是比较有趣，有些影片让自己可以更了解一些客语的文化。学到如何做擂茶，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埔里国小趁晓热办夏令营，开课教台语、教客家话，教学内容用乡土文化做主题，除了传统的上课方式，嘛加入网络学习、甲实作体验，互学生哪学母语，哪认捌咱的传统文化。这个本土语言做元素，然后学习各项生活跟艺文跟母语让他们能够生活化增加他这个书本以外所没有得到的一些知识。课程头尾拢总10讲，内容趣味佮活泼，甲传统的上课方式是真无共款。学生囡仔是真介意，真毋望逐当的晓热甲晓寒，拢会当有安尼的课程。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真侪所在拢咧办普渡。咱看到有足侪县市嘛，拢伫咧宣传讲金纸当着要做火烧就好。来讲新德市，为着讲鼓励金纸集中烧，今年有推出保金包，即讲话音的啦。主要内底就是包含所有中原普渡用得到的物件。因搁结合公益团体，推动讲用做功德代替烧金纸。你要买金纸才会钱，捐来到款务的专户。
用捐款来代表做一款功德。每一年的中原普渡，民众拢会烧真侪金纸，总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为着要鼓励民众把金纸集中做回收，新北市今年刷新的保金包，唔通看伊安尼一个仔囝内底所有爱用的物件拢总有，除了有金仔、白米、几丛啊香，还佫有一寡金纸，互民众会当减少真侪烧金纸的数量。那这个帛是取的是纸钱帛，代表是纸钱还有香脂减量的意义。希望民众使用这个铂金包，也可以同时达到一个祭祀的效果，那也可以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还有空气品质。嘛透过甲便利商店合作，互民众甲买金纸预算捐钱去公益团体转户，用捐钱做功德来代替原本的实体烧金纸。小时候常常看到长辈会在那个过年的时候烧金纸之类的然后因为有这项服务以后，我想要推荐他们去做这样，可以又环保，然后也可以做爱心这样。其实还蛮不错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那纸钱在燃烧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真的还蛮刺鼻的。要买纸钱的这个善款捐给有需要的团体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既可以达到祭祀的目的，又可以帮助一些相关需要的民众。根据统计，活动刷出来了后，总共募款到134700块。若是用100块会当买2.2公斤的金纸来算，已经减买3000公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差不多是4445公斤。虽然讲还佫有真侪进步的空间，毋过嘛表示，民众对减少金纸这个部分已经开始有初步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念歌互你听，无要捡钱免着惊。想真做人着端正，好死留皮人留命。咱来讲台南，有一群少年家想要保存这款传统的念歌，因成立古意念歌团，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阴暗10点，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古意念歌团罗树德团长，佮有这阵才的同志，因大家勇敢追求梦想，要将念歌的文化传落去的故事。在台南的古戏念歌团，团员的年纪无大，不过已经了解各种古调的内涵。因也知影，要传承这挂古调，唔是这么简单的代志。其实这个调千变万化，伊千变万化，伊唔是干那讲咱上会听到款式歌安尼唱，伊有足侪种无共的唱法。想要打这个重担，有着老灵魂的团长罗树德，自细汉就喜欢文艺。有一遍机会熟悉到台湾古调，才发现这真正是传统艺术的宝贝，就要保存落去。所以开始组团，定定甲团员练习。我自细汉是对音乐有兴趣，对这文学的物件嘛有兴趣，就感觉讲，原来咱家己台湾有种物件，会当甲这两项文学甲音乐会当结合起来，佫遮水气。其他团员也有一寡是台南在地正喜欢文书的少年人，像本来袂晓乐器的郭明祥，被罗树德影响了，怎么样加入念歌团？迄阵因为我袂晓乐器这是我第一个学的乐器。伊就带我去买一支这个练习的这支琴。我练过几月了，有一天我就来看因练团，了我就开始参与因练团。古意念歌团的市场甲影响力可能抑阁无够大，不过因想要传承文化的梦想是无价，因会继续努力，将台湾的传统古调发扬光大。记者综合报道。听歌若有做餐人，转去互你好受当；若有坐船出外港，包你顺风一片旁。若要一帆风顺，咱各地头的气象就要看好详细。咱看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这边面上低30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